当昏君无道、民不聊生之时，被称为时运灾祸 Kala Vipatti。国家覆灭、战乱频仍也属于时运灾祸。在这种时期，过去所积累的功德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，大多数人民饱受贫困与饥饿之苦。即使是积有善功之人，也难以获得功德的果报，只能四处逃亡。人们缺乏食物与饮水，被迫与亲人分离。有些人甚至因为缺乏治療原本並非致命疾病的藥物和醫生，而瀕臨死亡。當昏君無道、民不聊生之時，被稱為時運災禍 Kala Vipatti。國家覆滅、戰亂頻仍，亦屬於時運災禍。在這種時期，過去所積累的功德往往無法得到應有的回報，大多數人民飽受貧困與飢餓之苦。即使是積有善功之人，也難以獲得功德的果報，只能四處逃亡。人們缺乏食物與飲水，被迫與親人分離。有些人甚至因為缺乏治療原本並非致命疾病的藥物和醫生，而瀕臨死亡。